目前全国都是3级警戒，教会本地礼拜四啊拢会做礼拜，即马嘛甲学校同款，改做是网络直播方式来进行。教会会友透过网络做伙唱圣歌，因为疫情袂当群聚的规定，即马教会做礼拜拢是透过网络来直播。感觉讲因会咱较方便，无受迄个空间的限制吼。若时间袂拄好，伊还可以咱看录影。现在这种3C 还有这个整个我们说直播的方式，其实一方面真的在神职人员的这种努力之下，还是一样让我们有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平安。因过礼拜四啊，教会会友拢会来做礼拜，但是即马因为防疫的关系，教堂除了用手机啊直播的教友，内底拢无一般的民众，只剩牧师伫咧传道。来到伫遮有做伙伫团体，甲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上帝。总是等于到厝，因家己可能透过电脑，也是手机伫遐来敬拜上帝，所以因嘛需要学习，需要调整。就是在这个家，你是比较放松的，你可以穿着随性一点，你可以自在一点，好，不用那么拘束。教会表示，有会友到当也是袂管事，无法度来教会参加活动，所以除了运用网络直播，嘛会敲电话关心一寡会友。疫情的影响，互网络直播的运用愈来愈侪，未来嘛可能成做一种新的趋势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